影片開始之前，如果鍾意呢條片或者想睇多啲我嘅片，記得俾個 like， 或者考慮訂閱下呢個頻道，撳個鐘仔之後就唔驚到時唔記得睇最新嘅一集啦。今條片我哋會睇到陽光群島 Discord 上面各式各樣嘅自創路線，都有令人大腦萎縮下巴都跌落嚟嘅嗰啲奇怪走線。我哋即刻開始今日條片。第一條自創路線係 475P 回程，起點改為由北頓開始，經中環路同第7區轉車站直達東門村一帶，全程大約25分鐘，收你14個8。第二條自創路線係 75P 回程，起點由東廠開始，經業角灣同東門村前往海西一帶，全程大約15到25分鐘，收6個3。第三條自創路線係 475A 回程，各位觀眾唔使擔心，佢連 140P、476P 同 476X 回程都想加入去呢條片度，因為加咗之後觀眾應該會覺得內容過於繁複，然後唔睇呢條片，所以就略過佢哋先。第二部分係純自創路線嘅部分，即係同而家喺一晒嘅路線編號唔一樣。第一條要講嘅係 25X 呢條線由長島碼頭開去貨櫃碼頭。初規劃呢條線嗰陣，佢係跟140之後上橋直達另一邊，而且冇回程。而家改為跟25同緊171過彩色會之後上橋，經東區走廊後同25喺貨櫃島會合返，預計快25大約10至15分鐘，同埋加設回程。本來想停埋賴德，但可能同返長島碼頭嘅路線重疊，所以呢條線同476嘅一樣點對點直達長島一帶，特快又直接，全程收費6個3，比25高少少。同埋呢條線只會喺星期1至5繁忙時間提供服務，防止25客量減少。第二條係460，往返海怡車廠同北頓市中心。雖然460同462起點一樣，但前者經仙貝一帶，後者經北島同大學島。兩條線嘅服務對象關聯唔大，全程估計約為30至45分鐘，收12.1元。順帶一提，同462唔同嘅係呢條線會提供全日服務。第三條係46馬拉松版本，循環來往東錦葵海旁路和北環。促使呢條線開辦嘅原因係通往北環轉車站嘅隧道會喺馬拉松期間封閉，而改經北環。沿途其實只有13個站，但放喺每日挑戰裏面20個碎片又真係幾抵。全程時間差唔多10至15分鐘，同原本一樣收3個7，只不過路線咁短，比賽日嗰陣應該會有超過60個人會喺5分鐘內完成，無買通行證嘅人應該會老收。第三部分就係網上各種自創的路線。第一條係 74C， 由業角灣開出往返東門同海西，雖然冇明確嘅停站次序，但都可以估到呢條線係74嘅特別班次。除咗總站調咗去業角灣之外，走線同74一樣，咁做應該係為咗疏導仙貝同海西嘅龐大客流。因為返學時間由彩虹出發3個站已經頂閘，所以呢條線睇落只會喺繁忙時間服務，而且分擔到嘅客量都唔少。全程需要15至20分鐘，收費同74一樣，都可以算係一條賺得多嘅路線。第二條係 75X， 由仙貝開去葉欣，雖然又冇明確嘅停站次序，但都可以估到呢條線係75同475A嘅合體。除咗唔經仙貝、東門同埋唔入葉欣村之外，走線同75大致其實係一樣嘅，好似張圖咁。75喺放學時間未到東門嗰陣已經頂閘，睇翻個客量表，淨係彩虹村呢個站都已經有52個人上車，所以呢條線嘅功能就係分擔喺彩虹嘅乘客。呢條線喺特定時間或繁忙時間服務，同75喺服務時間內做聯合班次，全程估計需要20分鐘，收費同75一樣。呢條線喺每日挑戰裏面係同 77X 一個組別，即係我哋認知裏面嘅柯笨柯督士，都可以喺普通嘅每日挑戰裏面出現。第三條係380A，由陽光體育館開去海西村。今次應該睇到呢條線有27個站。呢條線你可以將佢理解成370，但係唔入仙貝，同延長至海西。呢條線係一條散場路線，所以要略乘客水。雖然有27個站，但都可以視乎情況跳過一啲站。只不過司機要問咗啲乘客先，因為咁樣之後全程通常只需要20至30分鐘，收27個3，同其他散場路線收費一樣，所以玩家需以1080個新沙購買呢條路線。Oh my God！ 第四條要講嘅就係 175P， 由海西村開去艾迪城。
今次掃到呢條線有18個站，呢條線喺東門公園之後跟475P、171同 N171去到目的地。呢條線又係一條繁忙時間路線，因為171去到第7區轉車站嗰時已經客滿，所以呢條線分擔到171批客之餘，仲可以送埋佢哋去人口比較密集啲嘅地方，都係一條可以賺好多的路線。全程通常需要35至40分鐘，收18個2，其實同其他過海路線收費一樣。最後一條要講嘅就係76P，來往葉角醫院同仙貝，為葉角灣村一帶居民提供特快服務。雖然呢條線只喺呢兩個地方設站，但係同76對比嘅話，呢條線當然係快佢一步啦。葉角花園之後行仙貝繞道，之後唔停連塔，呢條線又係一條繁忙時間路線。因為非繁忙時間嗰陣76唔會咁易客滿，所以呢條線又分擔到76批客，由濟巴營運，全程估計需要10至20分鐘，收6個3，同74收費一樣。話時話講咗咁耐都未講啲路線由邊個營辦，而家就俾大家睇下。如果你都有自己嘅自創路線，都可以喺留言度分享㗎，唔使介意。同時間我哋終於嚟到最後一部分啦，就係嗰啲非常之唔正常嘅路線，然後我又將佢哋分做兩部分，一個非常之短，然後另一個又超級無敵長，目測應該長過現實嘅 N42A。我哋當然從短嘅開始先，怕觀眾頂唔順。我哋會講咗服務第一區裡面嘅路線先。第一條要講嘅係21A，循環來往白鴿村同白鴿山。雖然呢條線只喺呢兩個地方設站，但係下午繁忙時間都有人會搭2個站就落車。唔知呢條線會唔會只喺繁忙時間服務呢？因為需求應該會好低，全程估計5分鐘。因為原本個信息冇標明個價錢，你哋可以建議呢條線應該收幾錢？第二條要講嘅就係22，又係循環線，來往伊迪城同艾迪城。其實打後嘅其實都係一個組，唔使咁認真對待。但你話會唔會有人搭呢？可能得巴士迷搭，全程估計5分鐘。但因為呢條線同21得2-3個站，估計呢兩條線都會成為陽光群島第一批以無限循環線形式運作嘅路線。就係唔知個系統喺2-3個站之後，會唔會宣佈已經完成一程？咁嘅話太容易又攞到20個新冊啦。第3條就係25B，又可以叫貨櫃島循環線，整體方向呈逆時針行駛，同其他由貨櫃島總站開出嘅路線一樣，基本上只喺個島做循環線。其實諗真啲，唔使咁認真對待嘅線應該全部送去做新手線，俾人熟習一下環境。唔係嘅話，次次揸41入坑嗰陣都撞車。呢條線都會以無限循環線形式運作，又攞到20個新冊啦。第4條就係25C，都可以叫佢10P，因為佢淨係喺長島服務，個 P 其實代表 P，即係碼頭嘅意思。呢條線嘅用途係接駁兩邊碼頭嘅乘客，所以你可以叫條線做碼頭專線都得。呢條線係會以循環線形式運作嘅路線，喺長島碼頭開始同結束行程，快嘅話5分鐘都可以玩完一程。跟住就講下其他區裡面嘅區內線先。第4區有46C，係一條循環線，喺東錦葵自轉一圈。其實我想將呢條線延長去到東腎虧村 X 虧流，唔係嘅話非繁忙時間完全唔夠客，但需求應該同其他線一樣好低。呢條線都可以當係一條訓練專線，因為呢條線同其他線比真係非常之短。第2條就係要44，呢條線係第一條只喺大學島服務同埋以無限循環線形式運作嘅路線，來往陽光大學北同陽光大學入口，用途就係接駁來往呢兩個地方嘅大學生。因為呢條線嘅路線編號有個要喺前面，即係代表呢條線同要47嘅收費一樣，即係免費。就係唔知啲學生會唔會特登走去搭呢條線。第3條係70，睇完呢個走線，我真係想佢兜埋其他喺仙貝嘅地方。呢條路線只會喺仙貝南部服務，基本上只喺個島做循環線。呢條線會以無限循環線形式運作。順帶一提，70同72代表喺仙貝服務嘅路線。最後一條要講嘅路線就係73SX，呢條線有2個版本，一個係接駁葉角醫院同葉角灣墳場，另一個係由墳場接駁去葉角灣。呢條線嘅用途係接駁呢幾個地方嘅乘客，然後我又建議將呢條線延伸去到安寧台，咁就可以一程過，唔使轉車去到呢幾個地方啦。如果冇買通行證令啲乘客行快啲嘅話，10分鐘都可以玩完呢一程。如果要建議一個合理嘅價錢，3至4蚊已經足夠，或者跟返73日收都得。頭先唔記得講埋呢2條線添，呢條線係 M0，係一條來往密莫嘅循環線，你可以將佢理解成一條接駁密莫花園同密莫街市嘅路線。
根據作者所講，呢條線嘅收費係 M0，咁應該同要47一樣，唔使收乘客嘅錢。呢條線一定會以無限循環線形式運作，因為呢兩個站非常之近，行路2分鐘都可以行完呢條線。如果你懶，可以搭呢條線由街市去到你屋企樓下個商場度，就係唔知有冇人會搭呢條線者。然後呢條線叫 77X4F， 係 77X 嘅超特快版本，只會喺愚人節服務，收1蚊。呢條線只會喺仙貝冇用停車場兜上去之後又兜返落嚟，全程得3個站，都算係幫手提供接駁來往仙貝同停車場嘅服務。只不過作者指定要用最長嘅車嚟行駛呢條線，攞到safety bonus嘅機會又大大降低，因為司機有好大嘅機會一唔留意就喺停車場裡面撞車。而家真係嚟到呢條片嘅最後一個部分，睇下某啲人認真起嚟可以有幾勁。由基本嘅開始先，第一條要講嘅就係 N371，只會喺西隧有維修工程嗰陣取代 N171嘅通宵服務，而且會經中西大橋，收費都一樣。雖然停嘅站都一樣，但係西隧個站臨時停用，所以改停明月角。呢條線同 N171嘅行車時間多咗10分鐘左右，行車時間估計要用85分鐘，同去第一區嘅 N271差唔多。第二條就係277，來往仙貝同落山村，途經亞歷山同貨櫃島，有22個站。如果呢條線俾人加入咗嘅話，咁佢就喺第一條總站喺第4區同第7區，但需要途經第一區嘅路線。聽講去到最後嗰個站之前個垃圾伺服器就會強制斷線，所以你係冇可能完成到呢條線。第3條係187AB，來往長島碼頭同海西，呢條線係187嘅輔助線，佢嘅輔助線有187A、187X、287等等嘅路線，而且佢哋嘅起點同終點都一樣，但喺服務範圍就唔一樣。例如187A喺第4區主要服務中環同南環記路段，而187B就主要服務北島同東錦葵。所以我頭先已經話咗喺由基本開始，而家就開始有啲複雜。點解呢條線叫187AB呢？因為佢會兜晒嗰兩條線有服務嘅地方，一個方向有55個站，理論上揸一程應該會快過揸一次 N171。跟住落嚟嘅最後3條線雖然總站相同，但係你冇時間嘅話就千祈唔好揸。第4條就係 287PABCD， 又可以叫287C，同187一個系列，都係由長島碼頭總站開出。但係呢條線係一條循環線，仲會兜晒同系列會兜嘅地方，導致呢條線有209個站，非常適合拍飲料挑戰同埋玩遊戲輸咗都可以用嚟整人，算係對陽光群島巴士司機嘅折磨。因為全部喺陽光群島嘅巴士公司都有經營呢條線。玩家表示，我只係想做下每日挑戰同拎20個新叉者 ，RNG 我冇得罪你。第5條就係 K187PERS， 同上一條路線一樣，聽到呢個路線編號就知道佢哋到底有幾勁。其中往長島碼頭方向有157個站，已經可以納入陽光群島嘅歷史記錄。2個方向加埋足足有310個站，如果每個方向都揸一次，估計仲耐過揸7次 N171。而且地圖都要用6張先睇得清個走線係點。基本上係由花園都可以係觀光路線，只不過同上一條路線唔同嘅係呢條線係唔會以循環線形式運作，可以話揸得呢條線嘅車長一定有得罪左派幹部。最後一條要講嘅路線就係 S271， 雖然兩邊總站都一樣，但係呢條線嘅特點就係佢會停晒喺陽光群島大更新之後嘅每一個站，同盡量兜晒嘅每一條路。你冇睇錯，都冇聽錯，唔係講笑，佢真係差少少就行晒所有喺陽光群島嘅每一條路。而且呢條線啱啱好有300個站，所以理論上行車時間同揸上一條路線嘅來回方向係差唔多嘅。路線編號前面有個 S 代表呢條線係一條觀光路線，呢條線梗係會用開篷巴士服務啦。只不過乘客未嚟得興奮嗰陣，車長已經知道停埋紅燈佢要連續揸9個鐘先可以揸完全程，同時唔可以撞一次車，簡直係地獄之旅。呢條線收費54.9，係第一條服務第7區嘅觀光路線，總長度目測超過150公里。對比反前面嗰啲路線呢，S271之類嘅路線真係太長，想記住條線點行都要影低個行車路線先得。其實網友創作咗超多嘅自創路線，但係嗰個 post 主要似係用嚟傾偈，已經累積到9000個信息，係陽光群島 DC 裏面嘅最多者，所以就留返下次有機會先講。今集就嚟到呢度先。正如一開頭嗰段咁講，你都可以喺留言區度分享你嘅自創路線，或者留言覺得呢20幾條路線裏面邊個走線合理、吸引甚或乎見到最後嘅線嘅感覺都可以去留言。最後就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覺得呢個題材吸引到你，可以分享俾其他人，記得俾like或者訂閱我頻道又得，撳埋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嘅通知啦。各位觀眾，我哋下一條片再見。